香香，你怎么来了？打电话你也不接，只好。经理，干什么呢？你给我冒冒失失的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经理，我们家里边出点事儿，我想跟你请个假回家一下。你怎么总那么多事儿啊？30岁的人了，你公司不分呐？上班的时候就说上班的事儿，下班了以后再说家里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今年咱们分行的业务指标就你拖后腿，王子豪，我也不愿意总说你，我只希望上班的时候就要有个上班的样子，不要整天吊儿郎当的。你说你业务不行，人际关系你也搞不好，女同志也没有你这么面的。这是你的业绩，来，你看看你这什么业绩，你自己说。嗨，老大，我回头给您。你给我态度端正点。这是你上周交给我的申请加薪报告。经理，我在信贷科都3年了，也应该加点薪吧？你还有脸跟我谈工资？那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也得生活吧？我给你算笔账，1年365天，也就是52个星期。每周休息2天，还剩260天，每天用6个小时没有工作，就要减薪。你1年才做15天，谈论现在我说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蛀虫。那我出去了。好，去吧，好好干，我还是看好你的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爱情算个屁呀！有啥没啥，傻逼才跟你好呢。媳妇儿没了，工作也没个奔头，作为失败的典范，我他妈还真是成功啊！我现在一闭上眼就能想起自己漆黑一片的前途。哎，兄弟，你知道女为悦己者容的下一句是什么吗？士为知己者死。狗屁！男为悦己者穷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评评理啊！你说，我作为一个银行的信贷职员，作为一个30而立的未婚屌丝，整天忙活着给别人贷款买房，结果自己因为买不起房被媳妇儿给甩了，你说是不是奇耻大辱？不是哥们儿，鸡翅没有了。你先说是不是奇耻大辱？鸡翅。好，给我来10个大腰子。好嘞，也给我来俩。好，腰子要老点还是嫩点儿？嫩点的，老了不给钱。操，吹牛逼呢！不给我钱，冒充黑社会，老子把你屎打出来！操！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说我实在不行，就跟你一样弄个摊子在这卖烤串，行不行？我靠手艺挣钱。腰子，你还不够上呢，你干嘛对，分手。我要整个调儿。30岁的人了，你怎么不分呢？你今年30，我28。我
我妈一直反对咱俩试试，多可好奇呢。啥意思才更好？那是你没本事。你今天就是说出大天去，我也不答应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纳妾。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你陈家区区药材商贾，身份低贱，能攀得上我王家那是三生有幸，还由得你来替我做主？你也不摸摸自己的良心。我陈家虽然卑微，可好歹也是你名门正娶的媳妇儿。当初老爷夫人尸骨为害，你拜完天地转身就去风流快活。这3年来，你对我冷若冰霜，家里的大事小事从来都不闻不问，都是我一手操持的。现在你愚弄5G苟且也就罢了，今日竟想纳她为妾，门儿都没有！你替我王家操劳那是天经地义。你身为夫君，携妻孝子更是天经地义。好，那我就休妻。休妻，恐怕是老太爷的遗嘱不答应。那我就死。你舍得死吗？你敢死吗？就算你舍得死，怕是也舍不得外面那狐狸精吧？你舍得死吗？那你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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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君，就是真逼你，你也得有这胆儿啊！鸡翅儿没有了，鸡翅儿。爱情撞个屁！来人呐！有人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手机呢？把我手机给我！我靠！看来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，怎么跑剧组来了？子豪，你可感觉好像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别演了，把你们导演叫来，我要跟他聊聊。导演，子豪，昨晚……哎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子豪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们拿了我的身份证。等等，你们是怎么把我弄来的？你们有什么企图？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夫君，妾身是你的家人啊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衣服呢？把衣服还我，还有我的手机，钱包我不要了，钱我也不要了。你总得把身份证给我吧？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这衣服你不是穿在身上的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被卡车撞了，我是不是死了呀？我还有一把老腰子呢。夫君，你是病了吗？你是不舒服啊？等等，谁是你夫君啊？我刚分手，哪来的媳妇儿？你说实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夫君，你不记得妾身了吗？是你的发际血影啊！发际血影？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看来我是真记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脑子有点乱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能帮我好好回想回想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侯爷府，是咱们家呀。家？就算是家，那咱们家住哪儿啊？夫君，你不会连这都想不起来了吧？咱们家在长安啊。长安？你为什么叫长安而不叫西安？难道你是大汉民族主义？
是不是地主啊？老朽倒是听说过一种怪病，多是因头部受创所致，轻者头痛且晕，健忘，目光呆滞；重者失语，偶不欲食，为肺不用。老朽妄自猜想，这小侯爷怕不是得了这种病吧？那可怎么办？我只是一时气急，没想到却气坏了夫君，我真该死。夫妻同苦共甘，棒打鸳鸯不散。夫人您行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一套一套的。周大夫，这小侯爷的病到底有的治没得治啊？扎上一扎，兴许有效。嗨，这何谓扎上一扎呀？就是扎穴道，有4阴针、4阳针、4大总针、8法神针、9转还阳针、马丹阳12针、鬼门13针。这听着邪乎，这咋还兴许奏效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扎一针胜过吃10副药，扎针拔罐，病好一半。那太好了，那快扎吧。且慢，俗话又说呀，宁开10副药，不动1分针。这到底扎还是不扎呀？不扎。我还是给小侯爷开10副药吧。夫人，药方在此。你怎么又哭了？别哭了啊！再哭眼睛都肿了。我嫁到府上3年，哭了3年，夫君怎么从来没说过这样的体己话？不会是为了外面那个不三不四的狐狸精，昨天可以气得背过气，今日醒来又装失忆下妾身，现在又这样低三下四来求妾身吗？怎么被说中了，无话可说了吧？痒，我可以见你痒吗？这次真的是你误了。不管以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真的已经失去记忆了。不管我以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真的都不记得了。更别说我在外面有女人，我连认都认不得，我还带得回家吗？既然我们俩是夫妻，那我们就得感情和睦，家庭圆满。我既然娶了你，就要对你、对这个家负责任到底。原来的事既然已经忘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不管以前那个我伤害了你多少，就让现在的我给你一点一点的补偿。娘，我真的很饿呀，咱们俩能不能先弄点吃的再说呀？日子还长着呢。周大夫说夫君体虚，要少吃多喝，妾身这就去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衣服呢？怎么穿来着？有点忘了。里边没扣上，这都怎么扣的呀？这个。哎，这大户人家的饭菜跟电视上不太一样啊。那些整只猪、整只羊、烧鸡啊、生猛海鲜什么的都在哪儿呢？又不祭祖，哪来的猪羊？还电视呢？夫君能考上个县士、府士，妾身就替夫人和老爷烧高香了。哎呀，算了，跟你们说话说不明白，先吃饭吧。吃完饭你带我在家里边转转，我好熟悉一下地形啊。大呀，真他妈大，不是一般的大呀！
哎呀，这都走了4个院子了，前前后后什么门洞啊、拱门都过了5、6个了，还没走完。夫君，这就是咱们的正房，里面还有书房和卧房。按照现在的房价，即使是京郊也要3万一平。我王家的宅子少说有1万平，3万乘以1万就是3亿呀！我操！你现在正走在3亿的豪宅里，重点是这间豪宅就他妈属于你。去他妈的想想，老子才不稀罕你！前面就是花园，这大晚上的黑漆漆的，就别去了吧。妾身怪害怕的。怎么？这花园闹鬼了？讨厌！吓得妾身脚软云云的。脚软云云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夫君身体尚未恢复，要不妾身今晚就留下来服侍夫君吧。你平时都不跟我一起睡吗？自从进了这个院子，妾身就一直睡在东厢房。夫君平日很少回家，偶尔回来，也是一个人安寝。妾身，哎呀，这王子豪，还真是禽兽不如个禽兽。哎，那咱们晚上都干点什么呀？谁知道夫君晚上都做些什么？反正妾身是看一会儿书就睡了。这么单纯啊？哎，天刚黑，时间还早，不如咱们娱乐一下。那咱们下围棋吧。我知道夫君常常在外面赌棋呢。围棋不下，会下五子棋。哎，算了，五子棋太难。不如咱们还是先洗一洗，然后到床上去玩。夫君使什么话呢？哎，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哎，我是说啊，我说咱们到床上去玩猜谜，这个输的呢给赢的讲故事，是吧？这个游戏最不费脑了，特别适合睡前玩。想什么呢？疼！看来夫君真是失忆了，以前就从来不会这样对妾身。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该不会是个坏人吧？什么是好人坏人？在妾身这里，夫君是大大的坏蛋。哎呀，我是说，我有没有做过那种欺男霸女、鱼肉乡里、放高利贷，然后逼还不起债的人卖儿卖女之类的事儿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种事情在长安城里都不多，何况夫君的家教，更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不过细细想来，夫君虽然不学无术，但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对街坊邻居礼数周全，对下人们也和和睦睦。可是，怎么对妾身就这样冷言冷语呢？夫君干嘛？别胡闹！王修啊，王修，这件事儿算是你积了大德了。娶进门3年的媳妇儿，你嫌弃人家出身低，愣是一手指头没碰。哥们儿，我真心谢谢你。哎呀，夫君，你把蜡烛灭了，可是。这一集，倒霉的银行职员王子豪穿越到了唐朝，成了贵族，还有了老婆，而他的老婆居然是个原封未动的黄花大闺女，真是艳福不浅呐。下一集呢，王子豪将独自面对陌生的唐朝生活，没有内衣裤，没有卫生纸。老爷，我要擦屎，听懂了吗？擦屎？擦屎还用宣纸？